喂，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我係灣區判官啊！喂，真炭火啊！識食一定要咁樣燒啲肉先夠香啊！真係好難得見到商場入面竟然有炭火韓燒，一定好味過電爐烤啊，香味都唔一樣。記住睇片之前 subscribe 灣區判官。喂，今集我哋嚟到深圳嘅英城市廣場，一齊睇下呢個新地標到底係真係型定只係型水？呢度面積超過3萬平米，直稱係深圳最大嘅戶外運動公園。最正就係 Undefeated 全國首個球場定制店，唔再係淨係賣波鞋，而係整個籃球場俾你揸晒場踢波。仲有專業滑板店 Wondering， 入面教滑板課程，買板買車厘子。咦？真係一條龍服務，女郎睇完都話要化身扮滑板新手，哈哈笑死人咩？咦，呢個係滑板高手定滑板終結者？等你幫我判下先。哇，呢個夠晒正啊！指尖滑板場用手玩，唔係用腳玩。老友記，你哋細個有冇玩過先？講起燕城市商場，前身係深圳人耳熟能詳嘅中信城市廣場，都有20年歷史。當年去嗰度買飛貨都係潮流代表，依家翻新完工，係上個月以全新面貌回歸。而家呢，主打運動加潮牌加美食3合1，講到尾就係要你行得夠遠，食得夠飽，買得夠晒型，應等於 I am Lu， 係咪新到暈？哎呀，見到壽司郎排滿晒人，判官開始有啲餓，要快快脆脆揾嘢食先。其實判官覺得最近深圳新開幕嘅商場入面嘅食肆都好似樣，又喺嗰啲點心，又喺嗰啲電子韓燒，又喺嗰幾個打邊爐，仲有嗰幾個廚師炒肉，同埋個江魚啊，真係好似冇乜新意思。不得了，點解突然咁香嘅？原來係炭火味，哎呀，真係用炭火哦！判官食啖好嘢時間到，呢間鋪頭叫牧場燒烤，堅持炭火韓燒嘅罕有代表。依家燒烤都普遍推棄燒炭火，反而似乎係古董級數，但佢哋就係要返璞歸真，慢慢烤出焦香煙霧四濺，氣氛100分。判官，我聞到啲香味，都已經唔想諗其他，直接198蚊雙人套餐，睇落都幾豐盛。佢話佢食緊到你飽。嗱，老友記呢度寫住話少食，喺任食啊，仲有呢度冷麵、炸醬麵、韓式拌飯都一樣，喺食到飽。你係咪要睇調料？調料台仲有好多青瓜生菜，都係任你食，放心食，唔夠飽仲有。終於等到我個爐啦，真係好興奮。睇下我哋嗰雙人套餐就係有3款肉啦。喺深圳食韓燒就一定係解放雙手等食。店員已經做好準備，燒咗個肥牛塔先。呢塊肥牛肉油花雲正一燒，即照邊嗰陣陣炭香，你哋聽下啲聲夠唔夠解壓？女郎都望到流晒口水。下一盤肉叫歡做刺刺如意牛菠蘿牛肉，我有食過，加埋紙仔就真係第一次啦。牛肉片先用菠蘿汁拼葉鎖住甜香，再夾入切成薄片嘅紙仔，橙黃相影個樣啊，都要俾滿分。入炭火一烤，菠蘿嘅清甜加柿仔嘅果香一齊散發出嚟，牛肉嘅濃邊散發住焦糖氣息。入口先感受到果香回甜，然後再到牛肉嘅濃郁肉汁，層層味覺衝擊，簡直係味蕾嘅煙花秀，完全喺中華小當家嘅感覺。換咗個網就開始燒呢個豬扒，聽講好多人會換咗呢個豬扒，不過判官我中意食豬就冇換到啊。
開始睇佢燒係覺得冇咩特別，都係炭燒豬扒咯，難怪大家會想換其他嘢嘅。你咁咪生咯。食蘿蔔。呢個汁真係要重點表揚一下，好好食判官，我真係覺得今晚最好食係佢。我說把炭火先給你留着，然後到時候肉冷的話可以加熱一下。掛住燒肉都唔記得食下其他嘢，判官覺得味道都唔錯。呢個韓式拌飯就一定喺判官自己個版本最好食。有興趣想知判官版本嘅話，可以留言叫我整俾大家睇。OK， 食飽埋單啦，睇下有冇其他額外附加費用先。完全冇，食飽飽就同你落去 B1 穿過灣區糧倉，再入超市一探究竟啦。糧倉其實係燕城市廣場二期，開幕後重磅登場嘅大型美食集中地，整合咗港粵潮川同日韓等多個地區特色攤檔，用城市食堂加市集混合模式。場內以復古工業風為主題專場，配上暖黃燈光，柱上貼滿港式懷舊海報，好似行入咗90年代後巷食檔。中間區域會有就餐鈎，方便老友記一齊打邊爐、食串燒、飲奶茶，氣氛熱鬧得微帶點懷舊味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嚟到超市入口，都幾多人，好似話大家都好中意呢個超市嘅模式。話永輝超市唔止係買餸買糧咁簡單，仲係一個新鮮有趣、智能又慳位嘅購物天堂。無論你係家庭主婦、打工仔，定係偷閒嚟掃貨嘅吃貨，都一定要嚟親身逛一次啦。其實我就覺得冇咁誇張嘅，整體感覺就係分區比較清晰，有少少似日本超市嘅感覺。好多嘢都好新鮮，聽講話每日上午即運海鮮、青口鮮蝦、海參，見到檔口阿叔即場剪線片都唔覺得奇怪。農場直送蔬果，當季番茄、水蜜桃、紫薯，保證新鮮到彈手指。我個人認為係可以引起大家購物嘅情緒。判官我都唔執輸掃貨先，唔知道老友記你哋會買啲咩呢？咁樣喎，幾錢啊？屌60蚊嘅，屌佢老味！好幾多盒？呢啲應該煎出嚟應該好撚掂嘅，應該。你睇下啲油花。我哋係會員啊！總括嚟講，因城市商場成功融合運動、潮流美食同購物，真係醒目到不得了。判官覺得整體都有4分，場地夠大，主題夠新，炭火夠香，服務夠暖，講足一日都得啊！多謝老友記支持，如果你鍾意今集內容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加埋叮叮鐘先至唔會錯過下集好嘢。